以下落嚟係一個快速幫你回歸平靜當下嘅呼吸法。陣間我哋會用鼻孔吸氣，口腔呼氣，而每次吸氣同呼氣之間都會有閉氣嘅停頓。次序係吸氣4秒，hold 4秒，呼6秒，hold 4秒，吸4秒，以咁樣嘅循環方式去進行。記住係鼻孔吸氣，口呼氣。當你 ready 嘅時候，我哋首先放鬆身體，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支撐住身體，但係唔需要有太大嘅張力。你喜歡嘅話，可以閉上眼睛，將注意力放喺呼吸上面。準備，鼻吸2、3、4 hold 住，2、3、4口呼，2、3、4、5、6 hold 住，2、3、4鼻吸2、3、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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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d 住，2、3、4口呼，2、3、4、5、6 hold 住，2、3、4鼻吸，可以回復正常呼吸，享受一下呢一個呼吸，享受一下當下此時此刻。當你舒服嘅時候，可以慢慢打翻開眼睛，翻返嚟呢個房間，翻返嚟呢個當下。希望你以最平靜嘅心去活好每一個當下。